47、48、49、50。用生命在比赛。要不要请你吃一口？你这个空肉谁做的？你来做。看起来超好吃的哎。你那个直接加热就一盘了，那好麻烦哦。你这等于是把12道菜变1道菜啊！一听我有个是传咖喱。鸡蛋。 鸡蛋一定有，一定有，我加有氧鸡。佢點樣係乜原來煲麵嘅呢？來攞開先 Q。你煲麵像晾在了地上。哎，妈妈在外面，媽媽在比手畫腳，那個2個字。要幹嘛？白色的要下去了。那妈妈你怎么不自己来参赛？其实我也不怪品味，有一个这么厉害的妈妈，我干嘛还要学煮菜呢？他是嫌我太慢，因为我近视加速度慢。我帮你包装了一个很漂亮的啊，你给它剖开来。Me too。哇，呛，他知道呛锅边，他知道。有練習哦。他已經摸門梯啦，他只是不知道原來上節目還要搖蒜頭皮。細阿哥，來 PK。 好牌誒，哎，對上走了哦，有好牌咧！哎呦，搶嘅是麻婆豆腐，你哋愛買？糖醋排骨。哎，不可食用，擺飾而已，擺飾而已。加個女嘅重點啊，細阿哥細阿妹都叫下來 PK，而且呢好料掉上走咧。哎呦，韓國哦，我哋要出一個小阿姐哦，她是看着我們長大的哦，上排有長大也沒有變老啊。對。哎，佢上排女嘅師姐係攞嘅毛要強下來，咁毛要該師姐是從是又骨小甜甜。走。哎呦，現在。哦，結婚了哦，才6年呢。哎，不過真嘅要等你吼，會看着我們節目長大，有一些是在肚子裡面就來參加節目了。哎呀，哇，6年昨天發現動鬥的時間呢。對呀。你怎麼了？我沒有。來分享到今日評審欣賞，提前來分享到嘅係戴翻陳小戴師傅。戴師傅咪係後來嫁入到而家住嘅大家庭啊，對啊，一直都很俏皮啦，很帥氣啊。但有一位她的美麗依舊的莎莎來看一下，哎呦，邱永華邱師傅，大家好。哎呦，你到底想買個東西啊？吃原形食物。係啦，食條健康當嘿，錯。接下來呢，來分享到 Andy 馮翠嘅潛水站哦。馮翠係來自於新竹蔣林嘅，也嘅係阿伯同車的向下來比賽，也嘅吳雲浩跟吳玉成，歡迎。大家好。哇，當下啲呢，聽阿伯向下來比賽，等下嗰度好大嘴鼓一下哈。好，接下來看一下白劍拿出係來自台中東勢嘅中二妹吳天薇。又見面了，是2姐妹吧？嘿啊！哦，我有印象，廷薇之前呢，跟她個子比較小，嘿，長大了。那麗梅上次來的時候啊，美麗依舊。謝謝。她想說要說我個子比較小嗎？我跟你說，我們玉成呢，董浩周亞給烘焙，對不對？哎呦，來周亞跟大家分享一下，第幾次做？第4次。第4次就可以這麼好吃？我還許多公樣我不會買耶，很像外面賣的。好好吃的。那玉成今天會不會緊張啊？會哈。不要緊張，因為阿伯在啊，阿伯同厲害。阿伯即係種揀咩係冇？柑橘。種幾多年？做12年呢。哇！我想講，因為吼柑橘呢，特別都要嘅新竹美麗亞福建的東都，都會祝願你輕辛苦，要贏啊！哈，師傅知道嗎？農民朋友辛苦，你們要看在眼裡啊。看阿伯今日做嘅衫褲係產銷班呢，制服呢，哈，本身係半種啊。哇，半種，所以沒問題的。我們台口有我這隊長在，你們有個養。他今天還穿的皮鞋都擦亮了，要來比賽。哎呦，加油哦！加油哦！希望。雖然看起來阿伯比嗰個扯得咯，還拿緊重，但是有我在，有隊長在。真正開始比賽之後，他們是場上型選手。對。好，撒下來看一下，攬出兩片美如和諧的哦。這個該不會是天薇自己做哎？眼鏡。你做哎？國中是會做，你現在國中嘛，對不對？對。國幾？國2，那可以配對一下哦。這太快了，太快了。我說做朋友，哎，搶台尬些的習慣。這個是哈尬七吧哈。哎。你睇後雪兩種，剃頭粉啊，下粗嘅，跟雪起來個剃頭向地下倒。而且龍卵都頭。
冇问题。比较健康。韩国吉良沙哦，看起来从姊妹，跟感情美从姊妹哦，一起参加过料理比赛。嘿，这个是什么比赛？哇哦，对，亲子食神擂台赛得到嘞亚军，哇，天一亮嘞！啊，我比较好奇，来这么多遍，还会紧张吗？有，还是有，因为跟熊白黑都5倍啊，是在外面，这一次在摄影棚很冷哦。你们那两组真的都是偏紧张，我们不然这样好不好？先暖身一下。先跑3圈吗？哎，对。来，预备起。对，太感不是紧张，让他先不太加放松心情一下。我们先来 PK 赛，让大家试试手气，暖暖身，放松心情，好吗？好。马上来进行你的 PK 挑战喽。向前变看啊！这一关会用神奇的方式来考验两厨料理的基本功有几层，还有对食材的认识有几多。当然，不看人之间的团结合作，咪係當重要嘅哦。大家準備好嗎？一家之主準備來 PK 咯！百寶箱又已經出來耶，到底今年你要報比嘅係乜嘅呢？百寶箱就係考驗大家係基本功。工作兩張配合哈，第一配合考驗大家係熟圖，第二配合考驗大家係比例。上到了2種冇強人嘅基本功，先來排出第一殺代表，請就位來。我們玉成一定是，還有商業速度一定很厲害。該不會我們是國中生對戰國中生吧？哎呦，到底地位都係乜嘅咯？等下冇合到哦。3、2、1，請開箱。嘿嘿，看到蒜頭會上到乜嘅？染窗哈，等下嘅選項嘅保鮮盒哦，我強下來潤咗，我考驗大家係哪三年哦，到時間最少，撈嘅蒜頭皮白嗆嗆，所以你可以使用這個保鮮盒，跟上擺沒就搞一擺，用到地擺多，哎呦，繞到皮全部嗆嗆哩哩，好配合一下哦，好。所以這樣繞到皮全部強強力力之後，用到個誤判當個最先做睇嘅量一下，是代表講做得讓得到一分。但是過程中，假設本師傅又發現到皮和溜點也係個別開來時隔5秒鐘哦。對，別開來稍微有一點點摳痘還 OK。皺紋的話沒關係。對，哎，但如果是深深的裂縫，那就沒有辦法修補。哦，可以嗎？好，平常時有練習嗎？有練習嗎？怎麼會做這種練習？誰會練習？誰會練習這個？2位國中生的人生第一次即將獻出來。等下是玩真的哦。好，我們沒有暖身賽哦。爸爸媽媽在那邊看着咯，好，加油哦。好，那我跟你講，媽媽就直接在這邊看着咯。計時開始，你就要立刻給我打開哦。好，台港50斤重，第2餐手準備，手準備。好，先莫緊張，我發現他在出汗了。好，台港向下來看，手準備，開始。開始了，放開，不要看別人，放進去。他沒有看別人。蓋，太慢了。給他壓力。先把一些皮拿出來嗎？可以嗎？你可以啊。好，檢查一下。因為我們這個是本身就是那個。檢查一下。好，先把好的拿出來，好的拿出來。該本身檢查徹底哦，徹底好，可以可以。走對對，成品拿出來。停位一穩穩按用走。哦。這可以，這本身的。平常是一定是有在玩那個洗巴辣的。再搖。哦，來開3個6。搖。幾個6？大力。給我3個1，上下前後，有沒有乾淨的了？不同角度，有，對，不同角度，加油！你還好嗎？換氣已經有點急促了。很少看到連手臂都會紅掉的。加油！要檢查清楚，不要緊張。還有嗎？可以，好，繼續。很好。還有嗎？那個可以，那個搖起來，用力。角度，它才有辦法轉不一樣的地方。你怎麼都沒有一點喜怒哀樂？目前紅隊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1，藍隊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差點亮哦，2隊都是獨獨紅，你是不要哦。拿出來。我們玉成他有在上烘焙課。
手剥了，等一下。水线翻新来就是限这个没量一行有枪，。这个等一下再检查。头尾先拔掉，头尾。因为刚才就绕狗嘞，所以等一下披火巴的。你有发现玉成快呼吸不过来了吗？现在有计时吗？对，有啊计时看谁比较多，是不是？不是现翻新的。哎，姐姐，你躺贵针吗？现翻新所以限量一下哦。你学不要完全来拔枪枪。你说总共要20颗哦？对。全部有20两。哦。我们玉成真的是太认真了啦！妈妈在外面帮你加油哦。总共要20颗吗？你那边目前还几多少？4、6、14嘞10、12、14。好，求荣，加油加油！我们要赢了，我们已经要赢了，所以你一定要加油，头尾拔掉。民族龟很凶哦，太严重了。不是他严谨而已，他严帮他说话，他严谨。不能生小孩呢。我觉得他都有啊。检查一下。真的，这师傅再说没有的话，我会生气。直接给我吃下去哦。对啊。不是你啦，不要紧张。他说生吃吗？再3颗，再3颗。狗3粒就好嘞。你要不要挑一些好扒的？那你我们到了6、8、20颗就变了。 14、16、8，按你。10、12、14、16、18、20、21。哎，他多1颗哎。我们21呢。我以为我在做20颗，谢谢。我们21颗，手上还22颗嘞。可是你太晚按了。来，玉成来姐姐旁边，玉成来姐姐旁边。这个是播得很认真，都快没有呼吸了，而且他长得多像你小时候啊。只有选手有压力，评审也会有压力。哎，该喊 UP 哦。没啦。没有啦，伯谦，跟美 P 哦。你对一个未成年的小孩这样子合理吗？哎，我们这边也未成年。啊，我们刚刚应该先量，不管怎么样都先量。放开两片猛做，有20粒，全不好嘞。 Yes。好，啊，冷水几多渣嘞？冷水21粒，不过天慢按铃了。好，哪个问题？成绩的话呢，风吹黑板5分11秒，蓝吹17了，哎，你是扣6秒。17秒，蓝队是5分11秒啦。恭喜风吹得到结果。好。不，俩是系提前配合，偏偏莎莎都看一下提前配合了。47、48、49、50。你现在脸比他还红了呢。真的，他用生命在比赛，真的很厉害耶。要不要请你吃一口？这个空柚谁做的？你来做，看起来超好吃的哎。你那个直接加热就一盘了，那好麻烦了。你这等于是把12道菜变1道菜啊！一听光有个社团家里鸡蛋，鸡蛋一定有，一定有，然后加有氧鸡。你要比个什么个嘞？看到了，收红个东西，收的地，哎呀，又是来翻脸了哈！翻锅哦，翻锅。冇错，等下提你配合我考验台卡学背力的部分，比赛满眼翻锅的次数下多，时间有30秒的限制哦。时间里面我们要紧翻，按用顺序，例如说这样子，紧翻啊，帮我快速那个我们加快速对 repeat 这样子。那如果它是紧啊，咋个你就会紧，才冇算哦。个手只能扁一面哦。对，30秒地不会多，变到最后面该锤是昨天让得到几分。冇错。好，那既然你改下让嘞，你就先当个示范组，不给你看一下。我会请阿爸。阿爸哦，运浩大哥来啦。平胸系还开锄头的呢。冇错。30秒听听哦。好，来。腹胸有信心哦！好，比赛抢开始。来，开始，开始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、21，等一下21、22、23、24、25、26、27。27、28、29、30、31、32、33、34、36、37、38、39、40、41、42、43、44、45、46、47、4。好，时间到，洗菜机啦！超强哎！
黑咯，其实那么很有力哦，哦，他的手黑咯，哦呦，马手展现雷神才有的手。你看，哇，你看那肌肉，他英文名字叫什么？知道吗？马手。手索尔啊，就是哦，给我们那个姐姐压力很大呢。压力是啦哦。47对不对？那我们47 48就好。好啊。好，来，丽梅姐，请就位。丽梅姐加油哦！她要有那个手劲哦，哈。加油！因为丽梅姐手还是要顾着，你对，比我还要瘦。基本上你是刚我们阿爸的1/2的手臂粗度而已。好，连贯冇问题，厉害，比赛抢开始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、21、22、23、24、25、26、27、28、29、30、31、32、33、34、35、36、37、38、39、40、41、42、43、44、45、46、47、48、49、50、51、52、52、53、54、55、56、56。丽梅姐，你现在脸比她还红了呢。真的，他用生命在比赛，真的能厉害耶！要不要请你吃一口？恭喜！哇，来，真的很厉害，身体都没那么拼哎。太感动了。你们很厉害，但是蓝队的姐姐丽梅姐更厉害，蓝队得到1分，恭喜。可是呢，在第一关 PK 挑战赛当中，看着大家都没有那么紧张了哈，拿锅子也没有在抖，这样可以好好煮菜了吧？好，大家头前呢是1比1，马上来唱一下你玉凡师傅，我带来乜嘅好料嘅老太茶分享呢？主厨素卤菜。今日玉涵姐呢，有帶來澎湃料理來搶大家紅起來。唔過我認真看呢，因為大家有隨堂測驗，兩位發有1分，因為目前比分是平手的哦。先來問一下玉涵姐，今日帶來菜名係乜嘅？澎湃吹米鍋。哎呦，真的又澎澎湃湃吹米鍋，網水堂哥有乜嘅啊？澎湃矮迪啦，但是吹米吹米聽起來像是色醇呢。哦，是什麼米啊？唔係是純的啦，按你講。叫做節約我們的食材，就是邊邊角角，對不對？沒邊邊角角，係烹煮。哦，烹煮嘅時候，按道料理錯，冇打送聽，嘿，冇打送。聽起來這個食材就挺凍豆的哦。哎，一聽一歸豆，哎，新鮮的蝦仁、控肉，哦，油蔥酥。哎呦，真是好澎湃啊！沒有，這豬油泡啊，豬油泡。哦，然後。給純，哎，全蛋，然後腐竹，貢丸，哦，成竹嘅貢丸，哦，筍乾，哦，香菇，你係咪嘅？扁魚，哦，然後腰嘅，酸條，蝦米，金針菇，蒜苗，芹菜，姜麻，大拍菜，你睇怎麼解有先浸過水呢？先通過，我先通過。哎，時間的關係，有的食材哈，那有先處理過。那是不是師傅卡迪度我搶菜嘛牛我都可以弄下來？哎，都可以用，但是最主要要有比較強的東西。嘿，比較強的東西。應該係按你偷。就什麼腰乾啊、扁魚啊、酸條，嘿，酸條啊、姜麻啊、香菇。錯。其他就主要看那盤做含有馬蓋是做在做馬蓋。我說冰箱底都有嘛，就做馬蓋嗎？因為咱上該盤做該垂木一桶該種的啊。哦。南部不是很流行那個菜粿湯嗎？是不是泰國菜？哎，對，大鍋菜，就是打包回去啊，就燜嫩做一煲啊那天。之前還是都會做滷味嗰種呢，泰國菜啊。用滷就是可能看你打包的，哎，碰下豆啊，馬蓋。如果是張媽媽回去又可以煮3個月。打包太多。3個月真的是一季只要吃1個喜宴就好。他們可以洗泡泡手。雲浩哥笑成這樣，感覺你該不會就是在打包的那個？你平常有在當主廚嗎？比較少。卡少，那你煮卡多不卡？我老婆煮啊。我嚇到你說玉成。香米一定要做出來，客家出的香米很重要。對，香氣啊。對，要比較香有比較多啊。哎，那個扁魚有先炸好了。一半該煮該白菜滷，古早味的吃一定不會尬。哦。
又相信他就看到他有做零食的那种，就是炸的很酥很酥的。这个可能抢小戴师傅。好，哇，小戴师傅直接变粉末哦。一下就里头哦。哦。好，先打那个酸条熊马，比较熊。我看丽梅就很会煮，一定的啊。丽梅姐一定很会煮，她是我们一家之主的忠实来宾哎。对。来关下心哦，大家别个东西。哦，全部都一边哎。油按度种。用过不是现进过水。有经过水啊。开阳呢，我有泡过米酒。哦。然后这个香菇有先泡过水。其实，公食菜跟传统的菜每一桶哦，它是不是本身大部分大部分的食材都会煮好哎？对，错。这不然被我弄破了。我是不是说会出事？出事，没关系啦。基本上是用防烂塑胶袋呢。金针菇，我们尾巴切掉之后，记得要改一下刀法。我最近刚好看到苗路当个有人讲，其实金针菇哦，不是现冲水耶，不是洗过水。他说洗过水以后就会变酸。哦，是有这个变酸是看你可能放的时间吧。哦，因为他说如果直接下锅可以，可是你不能洗了之后然后放。对，就是不要对，熊熊菇啊。因为它本身是温室栽种的。大部分的菇类基本上现在都是温室。现在都是太空包。我们有煮的发黑妹妹做煮麦。做得咯，做得。做得咯。那你会先不要香。我们把所有的食材放下来。其實笋乾咪做得不用那種罐頭誒，就是是某一個時間，它會放紅紅的那個有辣油的。哦，那個嫩筍啊。對，辣甜。感覺我們兩個的時代比較接近。還好哦。用按年哦。唔是先切過嘅公然。也個。切粒呗。哦，而且雞還有的韭菜色。火鍋哎，就是純豬肉。哦。純豬肉。那可能那個豬。這個空肉誰做的？應該做。看起來超好吃的哎。你那個直接加熱就一盤了，那個好麻煩哦。你這等於是把12道菜變一道菜啊。對。哇。師傅，你要菜水。你是不是要煮火鍋啊？說真的。差不多了。我老公今天照新來看到我韓姐咯，他很可愛。他為了今天這所有的菜每一桶的食材，他拉了一個28寸的行李箱來錄影。哇塞，好用心哦！我還以為他要出國嘞。你要什麼？哦，準備一個油鍋。對，炒那個蛋酥。古時都不家己都隨時都逼大家的食材一番，很好煮，對不對？錯。爆香的一定要。你們家裡面常備的食材黑馬雞，一聽講有嘅食材家裡。洋芋片啦，辛拉面啦，食材，雞蛋，做的荷包蛋，雞蛋一定有，一定有，然後家裡有養雞，還有雞肉，還有雞，還有蓋的哈，還有嘛，還有乾的，對啊，橘子嘛，這個一種，而且有的人不開心，有鹽草，對，來蛋酥做蛋酥要熱嗎？我懂煙開，我看有人用力網哎。對，濾網啦，李苗啦，力網，舉手發問，有沒有幾位最都懂都有？基本上，鋪蓋蓋輪啊，它的用過的油，可能大部分就不要再拿來炸，為蛋白質，因為它有軟磷脂，鋪狗該會很多泡泡。那它還可以做什麼2次利用？炒菜就對了。所以大家平常會吃蛋酥嗎？不會，因為有酥這個字，我們只吃蛋鹽。蛋鹽，對。那個白菜滷古早味的白菜會有，所以我們會把蛋酥挑掉。真的嗎？因為都要贏啊。可是蛋酥很好吃哎，所以你就藍隊常常會贏啊。差唔多壓力滾嚟。這道菜好神秘哦。點解嘅？油狀酥，蝦公。啲蝦公看起來沒動氣耶。對，而且難得，然後玉涵姐替一半某帶壓力過來啊。對，她最近沒有壓力啦。哇，這個蛋酥真係可以小好睇依都有誒。有好小基本走在走蛋酥哦，我看外面那種大餐廳，哇，整鍋那種搶酥這樣啪。啊，今天給不給一家之主沒？我們要搶贏啊！好。那先按呢。剛才用我應該叫做的刺身米湯一條米呢？哦，要未現夾。
胡椒粉。哎呦，等一下让做第2次调味。好。哎呦，我看我们小戴师傅蓄势待发，注意咯，胡椒粉来咯。好。兩位都確定了以後，所以正確嘅答案係。太多次這樣子了，人家觀眾以為是效果。對啊，佢今日係咪原來報名嘅呢？來攞開心 Q。你報名像用上了比賽。哎，媽媽在外面，媽媽在比手畫腳，那個2個字。要幹嘛？白色的要下去了。那媽媽你怎麼不自己來參賽？我應該叫做的吃生米湯一條米呢？哦，要邊先加胡椒粉。哎呦，等一下讓做第2次調味。好。哎呦，我看我們小戴師傅蓄勢待發。注意咯，胡椒粉來咯。好。以下拍胡椒粉的講法，哪一種係唔錯嘅哦？A. 促進腺體的應用的吸收。B. 足跡纖到啲袂毒，米絲袂下糊。C 有助於穩定血糖。好，現在剪刀石頭布。兩隊派出1位猜拳，剪刀石頭布。啊，太好上嘞！雲浩哥，什麼想法嗎？錯哦。拍負責嘛？來團 C 啊。係咩做 C？所以你知道個幾對血統哦，冇承受到，唔會問題。應該唔會問題，血統嘛冇糖過萬用的啊。血到我辣辣條，你血統咪飆油用哦。哦，也是有邏輯。那你確定嗎？下好離手。確定哦。好，風吹上來先係 C， 好，咱吹剩下來 A 跟 B。A。兩位都確定了以後，所以正確嘅答案係 B。太多次這樣子了，人家觀眾以為是效果。對啊。胡椒粉出乎意料之外。足以先加為變糊，會變下糊。所以他真的做得承受到嘅血統，佢對身體嘅應用吸收沒有幫助。真的假的？真的啦。但你剛剛中馬先改，你分2次調味呢？那煮好哎。對，它已經煮厚了。那是煮差不多。剛所謂烹調前係哪個？可能醃啊、抓醃什麼那些的。它會比較容易產生苦味。它會腐啊。好嘞。哇。哦，安尼米絲差不多哎，胡椒粉。等一下一定每個人都要很大碗。對啊。再來一下。好。調米都最後放。要一定凍甜的啊，該拍菜，拍菜該要塔กุ้ง海參。好嘞。幫助一下，幫一下。開始那個翻鍋，我們雲浩哥很會翻哦。麗梅姐也很會。麗梅姐是贏的，她也需要使用湯匙啊。好，泡菜前脯帶，這個黑貢公年哦，做的周族鹹菜哦。沒有，其實有一點點像佛跳牆。也有點雷同，一點點像火鍋。會。菌錘是最後長得會表啊。嘿。哇！安尼翕過來，個好看。啊，唔過又下去注意下向咪講好。嘿。哇，小朋友最嗨死呀！係哦。但是我整個痛楚以後啊哦。那你都會塗黑藍水，還糖豆這。一定是玉成。我覺得是雲浩。其實是我。那個聲音也太繞了吧！而且又敢講哎。哎呀。紅派吹米卜。安永去後勢嘍。澎湃吹米卜，青島你喺第100看到先來什麼一下叫師傅？什麼叫師傅？凍澎湃哦！喺老潘族當個生意烘菜全部集合在一碗的精華裡。好，來，感受一下。你在生氣哦？好甜哦，好懂甜啦。沒有，冇其他嘅挑梅嘅，就是拍出來然後海參嘅挑梅。而且你看那個肉，所以這個有一點像是佛跳牆嘅米湯。很好吃哦。你是不是想要打包？沒有啦。一個人我會講濃色，
做到無限加休息加7晚，馬上就有精神哎。对呀。那问看一下，廷威，回去要做给妈妈吃吗？但好不好吃？好吃。真的好像就是盐巴、胡椒粉。有冇哎？对啊，牛粉很香哦。这个鲜味来自于海鲜，甜呢来自于那个新鲜的ผัก菜，然后香菇，这些而且甜味。一开始那个煸香的过程，就是一般我们的山珍海味，哦，虾讲啊、猪肉啊，该东东米西咖喱味道，还有菜甜，东风牌。而且佮加上嘅扁鱼啊，含加嘅凤松條，真的。而且这道菜就足以走在代表哈港宴进行圈条。可是哦，老福泽富还有老太太公斗哦，这个料理之前冇加。对，不然会变糊哦。对，大家有好到冇呢？唔過頭前你必須係一畢業，馬上嚟進行最杯米館嘅挑戰。家家出好菜，兩嘴這等只聽嘅題目，啲限定嘅時間，做出一出最上癮嘅好料理。無論係傳統嘅，也係創新嘅菜式。兩下日日拿出日嘅好本店，一家之主好了嘅愛點上做咯。最杯米館家家出好菜，兩嘴都打尿了，邊呢？今晡日你有試聽？哎呦，馬上我來出題目咧！小戴師傅搶出題。馬蓋。葱頭炒牛，哎呦，看起來都簡單呢，就不就是葱頭肉牛婷婷嗎？就頂多是牛肉、羊肉、雞肉、豬肉變化。哦，對哦，牛做的變化。對啊，因為你炒總得挺痛啊。這就要發揮創意嘍。不可能洋蔥變紫洋蔥，就是要變化吧？可是你剛剛洋蔥啊，你剛剛共多所有牛都沒有猜對我們的。哎呦，算是我們的很厲害了。鵝肉？不對，對，可以係風吹。也嘅太葱頭炒牛，也就帶來乜嘅牛？鹹豬肉，市面上啊當做種調味啦，係啊，還是鮮肉那種誒，風味好好誒，口味都有一點點冇強壯啦。都係什麼下切呢？哦，冇問題啊，雲浩哥同杯一定係饕客，我們是有個同杯煮啊，那大聲的跟前面的鏡頭說，最杯米館有信心嗎？有，加油哦！這是男人與女人的大戰。玉成的喉嚨是不是受傷了？我今天都還沒聽到他的音量。沒關係，待我慢慢聽。好。三號來看一下把 cam 拿出來，這個特色是什麼呢？行那個特色嘅菜，五星，用五星。對，你都有個牛係哪種牛呢？雞胸肉。哎呦，這很考驗煮菜的功夫哦。但是這個五行對我們玉涵姐可是非常的熟悉，她做菜很喜歡五行。所以今天你有中他的胃，所以一罐哦，剛好係去鼻煙嘛哈，表起來哦，讓我聽到廷威的聲音好嗎？哈，所以一罐有信心嗎？有多一點點吧。有。好，既然係自聽菜色，表一下睇起來創意行嘅料理嘅功夫，都算3、2、1，搶開始。莎莎開始了哦。蔥頭的炒牛，該下兩片都冇講到蔥頭部分。沒關係，因為他們蔥頭看起來是一樣的。而且都是國中生在哦，沒有嗎？哦，沒有，那個是國中生的媽媽。媽媽這樣我一眼看過去長太像了啦。太像了，真給你來，我先看我這邊好不好？好。哇，雲浩哥，你看鹹豬肉可以來當厲害呢。哎，很上哈。鹹豬肉大家都會煮給師姐的，有什麼重點嗎？比如發覺你們表都擦擦，也係講我保留給它嫩嫩。然後你切薄片呢，還是要厚一點，比較有口感。差不多2.5公分啊，很好煮好啦。又酸過，來，我們尺拿來。炒好落之前就是小鍋先煸炒啊。我先煸過。煸過好，要注意用出來。而且啊，發現到我們這隊的用心哦，你看男人的心，不是海底針，很細膩。你有慢過？太葱頭，然後要給鹹豬肉，我們切的形狀是一樣長條形的，對，粗細都一樣，強壯，很用心。兩秘密武器是給辣椒安太挑了。哇，這個用燒烤都安太挑誒。真挑的啦，真挑的太辣。千府也切太了。玉成，你平常會聽數煮料理嗎？不要，你卡豆的動紋，你看，你小剃頭動紋。那我問你，你有試過阿伯煮的菜嗎？有。好什麼？好學啦，可以跟阿爸的感情安好，真的是很幸福的事情。收啦。那點樣還蠻引來報名的呢？來攞開心 Q。哦，你報名像用上了比賽。到目前為止都還滿意嗎？
很紧张啊。很多镜头啊。锅子再拿来翻一下。叶玉成拿个金头，有女朋友吗？没有。他爸妈就站在对面，这怎么回答？妈妈噗嗤笑出来。宇浩哥，你气概生年几胎哎？28岁了。安胎哦，我做阿公哎。忙啊。忙啊。我也要来呢。来了。你刚才在熊牙呀？跟你说，等下不会口播哈。好，等下不会，我们再教你。我们先过去，等下给我都做了。好，你们那个辣椒慢慢切，因为动彩挑哦。不要加那么快加辣椒，为什么？我解一下上来研究总算想出来，为什么丽梅姐叫我带做 M 了，就是为了分出个清楚。对。到底马赛是阿妹。对。因为远远看起来看不出。真的。连发烟都强融。今天廷威是担任什么样的角色呢？指挥，是吃的。你不可爱以一个生日的吗？2个。还有弟弟呀妹妹吗？哥哥。还有哥哥几胎？国2。哦，高2。对呀。这个故事没先套好哦。真的有哥哥了哈。有。给没给顺口啦？有来。有来吗？有。他在这里吗？不是。你走嘛？玩手机。他应该帮你们拍照记录啊，哥哥。今天都包车上来，车子里面当然多坐几个人比较划算。对啊。你妈这今年上讲创头草牛哦，怎么该会加上个五行的元素呢？冬亮啊。冻姜啦，冻姜啊，水果甜椒，看嘛？哦，嘿，甜度会比较好。哦，那我好奇，就是你等一下该用布用办处理，怎么保持个嫩哦？我一般加都会炒肉，我都会加那个油，而且唔會鹽果帶啊。这道菜都不卡點嘅，幾多擺？哦，100，一次就上手了。哦。其實我起到講俩是動公平，就是我們兩隊都是一個大廚對一個大廚而已。不會啊，我們玉成蠻會煮的。給切出來不會啦。他切得很好。我們剛剛這蒜條沒係你切的呀，對不對？點頭。點頭如搗蒜。我們玉成是會煮。至少這個皮你剝的吧？對。我們玉成有烤餅，不要忘記。好啦，我們等下過多陣了哈。玉成，我跟你說。他們那邊只有一個廚師而已，我們這邊贏定了。而且客家鹹豬肉身為客家人，吃下去奶油你唔好選哦。對啊，這給切到泡泡就要用凍火煸，很香。而且這個應該是有認識的。哇，你看，哇！哎，媽媽在外面，媽媽在比手畫腳，那個是什麼意思？幾個字？2個字。2個字。要幹嘛？白色的要下去了。那媽媽你怎麼不自己來參賽？其實我也不怪廷威，有一個這麼厲害的媽媽，我幹嘛還要學煮菜呢？她是嫌我太慢，因為我近視加速度慢。我幫你包裝了一個很漂亮的啊，你給它剖開來。Me too。哇，搶他知道搶鍋邊，他知道。有聯繫哦。他已經摸問題了，他只是不知道原來上節目還要搖蒜頭而已。哎，媽媽在外面，媽媽在比手畫腳，那個是什麼意思？幾個字？2個字。2個字。要幹嘛？白色的要下去了。那媽媽你怎麼不自己來參賽？然後對，要一起下。哎，你要那麼快嗎？要一起下。蒜白。感覺玉成吃不卡地尾圖又手工。對呀，一定很甜。一定濃厚生。因為蔥條咯，佢要用炒過之後叫佢轉甜。哎，呢啲好食嘅鹹豬肉係很嫩嘅，也係下擦掉嘅。Q 的還是擦，有些硬擦。你們喜歡哪一種？金啊。對。Me too。哇，搶他知道搶鍋邊，他知道。玉成，你很棒，有聯繫哦。他已經摸問題了，他只是不知道原來上節目還要搖蒜頭皮而已。你看阿爸完全表不依走呢。阿爸有點在放空。等一下挑梅要做嘛？挑梅冇嘛是挑梅，因為該鹹豬肉本身佢嘅味道是香菇挑火的啦。然後蔥條本身係甜甜的。
在这个风气配色配是色香味俱全的。哇！讲真嘅，比赛佢都按部冇水好嘅。又水吗？你家嘅木竹很疯疯啊爸，从班部冇水好哈。昨天12点多才睡。佢太重条比牛奶呢。哎，不过美就用音好起来，感觉有辛辣的。我自己就蛮喜欢哦，一些烂米啊。家就准备得讲哎呀，去纠结的，韩国应该这样。唔会啦，是啊。我们只有一个参赛者而已。哇，看人家什么是 chop 嘞？来喽！哇！哇，这个真的是法拉必爆哎！天哦，应该还用布妞就处理过嘛，有抓一下。有沙拉油啊。嗯，很细心哦，形状都一样。韩国记得因为煮的是用布妞，所以跟佛是重佛都会炒，它不是用大火炒。拉勾芡，本地还不溜哈。哎呀。其实我也不怪品威，有一个这么厉害的妈妈，我干嘛还要学煮菜呢？我妈很厉害啊。对啊，她是嫌我太慢，因为我近视加速度慢。我帮你包装了一个很漂亮的啊，你给它剖开来。两妈妈真的都像一样，对啊，很疼你们，所以你要以后好好回报妈妈。老给友好啊。会养它。哎呦，我们这是录影存证哦。这我就放心了。其实有心最重要，陪伴更重要，对不对？好啊，等一下不给翕一下，等到个呛出来嫩嫩。还有好，我是加一点，也是呛一下锅边这样。那发锤嘞？发锤有什么？那种装饰。哦好，赞，冇问题，100分，得奖感言准备好。好，没问题嘞，好。做的吃什么？对啊，那个可以啊。吃看看。那么多，养你生啦，我吃剩一袋看看。那块头又嫩哦，好好吃。那个对妈妈说，很好吃。哇，这真给懂茶饭，非常茶饭。我觉得差不多了，你要赶快熄火了。再炒一下。好。要把那个水分收干一点。好，赞。好，那等一下你出来兜酸了哈。放进去。现场马上来兜酸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，马上就来吃看那最杯面一罐奶布卡卡沾掉喽。好，这个菜从头炒牛呢，利用煮都有无强嘅发挥哦。先来吃看那里风吹嘅好不好？好，来吃看那。哎呀哈，菜从头是炒到。肉，因为用的量的肉多，所以它食起来甜甜的。甜，而且你用咸猪肉炒当对面，咸猪肉本身就调味调好些，会重甜甜的。对，精益求精。你也有孩子哦。你在帮他？对。你们觉得？你也有孩子耶？你举头讲几两他走怎么办？1到10分，因为蹦几多分？10分。哇！我觉得，因为小朋友就喜欢吃洋葱这种甜甜，炒蛋、炒肉都动头选。但是我们这边厉害喽，采用布妞，而且是5型哦，稍的10款。用啊。用布妞靠生老给处理到冻蛋嫩，还很嫩哦。俩又嫩哦，你是新贡的。然后尬种给呛出来，因为味充很丰富，所以吃起来它会有那种菜香的甜甜的果香气。其实讲实菜啊，第六走起来哦，走法不会冻难，最主要是吃起来很清爽。用布妞处理方式没动简单，那保持跟嫩土这个不简单。没错，而且妈妈很认真在切那个跟鸡柳，然后庭威剥的蒜头真干净，很多个蒜头。很家常味啦，那就会用卡布卡菜家常菜。好，不过头前係指比啫啦，吼，結果係樣板，你下前景還唔啲，傻傻的看一下。緊張了場內跟場外 Q 用按緊走。你每句看到加咩按用品哦？到底會如何呢？此風風吹搶本分數。滿分！哇，加上嘅係幾分，總共係7分。你下都看一下藍水得到幾多分咯？2萬分！哇！
讲一下，讲一下。你啊风吹两片，该咸猪牛显得冻好，还有比较多冻用。该洋葱炒的嘟嘟好，吃起来味道是很清爽的。啊，你啊风吹两片呢？这烂腿啊，不，烂腿两片呢，该向母牛炒的嘟好，唔会涩涩，啊，绕该五行的甜椒，水分、甜度都有。邱师傅，今杯主角是洋葱炒肉，两推、红吹、蓝吹，因牛洋葱的掌握火候都做得很好，所以2个分数都很高。这个师傅讲到一个重点，毕竟是太冲头炒牛嘛，用太冲头的发比就当重要。2队成绩已经出来了哈，马上就来颁奖嘞！其实一开始刚下睇起来挺紧张，不过呢，啥喺到最后面嘅时间选出来2组嘅冠军，2组都係得到7分、10分高分哦。先來恭喜馮翠提名得到1500元嘅加菜金，恭喜！咱翠了拜呢，未係大挑名咧，恭喜你哋得到係2500塊嘅加菜金。安尼永浩哥看無咁緊張嘅吧？嗱，冇緊張結束嘅呢？從頭到尾都緊張啦。今日挺歡喜啊，來到咧一家之主嘅節目啊，來為大家示範啊！啲鹹豬肉炒嘅太通條啊！今日啊學到挺多啦啊！菜名啊，cái mà cái白胡椒啊，做咩講扇餅啊，扇餅落個調味去啊，為蝙蝠啊，哦，按台語呢喊啲啊，亞洲好多，而家就叫經驗嘛，哈，希望大家，謝謝。鼓勵，而且替拜上天使，對不對？老七剛才來參加，玉成第一次參加，佢從頭到尾都參與度非常高，一開始做餅嘅本下是。而且佢北上台有第1名，係啊，最後面還上廚，笑面，對，點影笑咯。整個心得，老太家分享一下。來歡喜參加離家之主，我覺得參加這個節目會感受到很多。然後我媽媽跟我說，做菜要盡力，我覺得對面也做得非常的不錯。其實玉成真也很盡力哦，你剛剛都看給做出來些，有時候我們到藍隊去看的時候呢，你都很在意那些細節，而且甚至於剛剛講，希望自己好，還要能夠更好。師傅一定要肯定他哦，掌聲慶祝。好，沙下嗰個好咧訪問下李妹阿姐，呢度按多擺哦，2擺要買冇強用冇？有好到幾多人懂厲害嘅做法啊？鹹豬牛咩當好選，我呢啲有線啊，我知道很好選。係啊，希望你行擺行回來，好不好？好，希望你。好，啊，你這個獎金牌快遮到廷威了。哦，廷威今日讓阿妹強下來，上次來的時候，哎呦，矮些些啊，沒有那麼矮。好了，我比喻，代表講你有台嘞。對，我們也是看着你長大，你也是看着我們長大。這次來有什麼感想？我想打包那個豬肉，鹹豬肉，是我們最好。這個是最好的肯定哦。哥，你跟我老你也出去打包專業吧，太好吃了。2個互相包一下。玉成包一下5行的 ，OK 嗎？好。哎，我今天俺不是抖一凤哎，但代表說真的好吃啊。今天來也跟媽媽增加冇窮人嘅福音，馬上就要鬼這種3年線的，那讀書壓力比較大，這樣子出來跟媽媽創造回憶，也是一個很棒的體驗，超毛。對，哎呀，希望你。成龍6區哦 ，TPA 的2隊都有這個國中生的參賽者，2組呢都展現出我們這個運動家精神，互相尊重，互相來學習同戰鬥哦。係啊，你下看到俺都係後生，因為俺為主啊，呢度強調千百度未唔會緊張，哎，不過你壓力嘅動態哦，後生可畏，歡迎所有嘅後生朋友強下來報名參加哦。一家之主等你 Q 下來要到畢業分享不開後面戲，下禮拜再見，拜拜。